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3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增加32567个本土88人死亡。另外，指挥中心这礼拜讨论敢要放零入境检疫期间人数的限制。澳门阁讲，伫咱山野的包装检出新冠病毒，要暂停进口1礼拜。防检局指控澳门的检疫无科学。惠阳风台扫中国，一只中国的工程船伫广东的海域当做2过沉入大海，船员救到3人，也有27个人失踪。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32567个新冠本土病例，有88个人染病死亡。也就是囡仔密斯西的个案，今日是阁公布2例，有1个已经平安出院。目前国内已经累积有25例密斯西个案。国内新冠疫情阁降低，指挥中心宣布，初三增加32567个本土个案，114个境外移入，88个死亡。指挥中心表示，上少年个案是一名20多岁男性，有神经系统慢性疾病，做过3剂疫苗，断于8天过身。在6月22开始有打喷嚏、流鼻水症状，当日即住院隔离，并给予莫拉皮拉韦，后续病程出现肺炎并呼吸衰竭，于6月29号死亡。另外，佫增加2例密斯个案，分别是5岁查甫囡仔甲7岁查甫囡仔，2人拢无慢性病史，拢因为出现症状，看医生有发炎指数升悬的现象，断院治疗。心脏超音波显示轻微冠状动脉扩大，怀疑密斯西住加护病房，并使用免疫球蛋白、类固醇等药物治疗。6月16号出院，6月30开始使用免疫球蛋白、类固醇，7月1号已退烧。目前病况改善，持续住院观察中。就在国内新冠病例降温的同时，有医师就提醒，过3个月以上各感染绝对存在，而且染疫的机会是随年龄层降低而增加。年轻人他是行动力强，那个小朋友哈，他是要遵守公共卫生措施哈，然后比较不容易，然后呢也可能跟同侪之间比较多的触摸。医师表示，中国感染了后6个月来影响尤为明显，也就是尤为有所谓病危、当新冠的可能。但是拄到疑似中国感染，要赶紧快先处理，也建议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做第4剂，降低各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入境检疫期是3天加4天的自主检疫，每礼拜入境的限制是上济25000人。这项新制度对6月15实施到今，带病入境的疫情无增加介济。所以卫福部长陈时中就表示，会讨论看敢要放零入境检疫限制。不过有医生是提出3项条件，认为讲要达到标准，才阁放零会较安全。带大家来看详细报道。属大包小包行李入境的民众准备坐车去事先找好的地点进行3+4检疫。指挥中心是为6月15开始放零入境检疫制度。经过观察，这2礼拜入境总数拢无超过2.5万人上限，国内也无出现大量境外移入确诊，逐天增加境外移入病例拢伫100例以下，引起各界讨论检疫人数加入境数各放零到4万人的可能。相关的这些入境的人数现在都在研议，我想这段时间看起来需要性是蛮高的，不过我们整体要稍微做一下盘整。不过有医师表示，台湾新冠疫情虽然下降趋势明显，不过要到疫情稳定的平原期，要想到7月中以后，要将入境检疫放零到0+7，要等到本土疫情到平原期。国外 BA.4、BA.5疫情无提悬，各以做过3剂疫苗人优先用0+7，这3条件拢准备好，才开放会较稳健。也就是说，疫情比我们糟的一些国家进来的时候呢，可以实施比较严格管制。但是疫情跟我们一样的时候呢，它就视同是类似我们国民一样的一个进出，这样子精准管控的概念呢，我想是可以我们在0+7开放的时候呢，全部开放的时候去考虑调控的一个方向。医师认为，应针对无同款国家风险程度，区分无同款检疫强度，也就是将全世界看作一个地球村。疫情比咱悬的国家入来时阵，应比较严格的管制；但是为疫情较稳定的国家入来，应考虑加开放一寡。记者综合报道。囡仔小耍开始热热，即阵就是国内旅游的大月。关国局的旅游补助嘛，对7月15开始，一直到12月15，自由行上济会当省1300块。不过有旅游业者就烦恼讲，政府的补助经费若是无到12月15就用了，恐惊会有消费的纠纷。
天气真热，旅客也好山伫海边散步享受假期。国内疫情慢慢脱离高原期，各个景点拢出现真侪游客，尤其是7月中开始，国内旅游的补助即要开始，旅游业者已经明显感受到旅游的热度增加。休热时阵订房已经满到8成左右了。这样子保持距离，然后出来走走，吹风这样。好。非常多的客人又打电话过来订房，那预计呢这一次暑假应该台东的住房率可以达到100%客满。国内旅游回温也互业者有一寡烦恼，因为国内旅游补助的方案是旅行业、旅宿业甲观光娱乐业共用补助，万一补助额度提前用完，会有消费扣分。这阵补助分做3个部分，自由行旅客礼拜到晚时住伫合法的旅馆，会有800到1300块的补助；旅行社组团符合资格，业者用申请每团2万块的补助，上最会使再增加1万块。其中旅行社有团数配额，业者会使掌握预算，不过旅宿业补助是有竞争型，先抢是先赢。先入住的先核销。如果说你今天订到9月底、10月、11月，有可能呢，到你要入住的时候，那你的旅馆或民宿告诉你，因为经费不够了，所以呢没有补助，旅客呢跟就是业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问题麻烦。业者讲，2年前的安心旅游补助时也发生相款的情况，主要是政府对价预算。对此，观光局讲会掌握预算的水位，若补助经费即要用完，会提前2礼拜来公告，互业者甲消费者拢有时间来应变。记者综合报道。澳门顶一日讲，台湾6月29温过山野验出新冠病毒，即阵佫讲7月初一冒一批检出来。不过农委会是表示，咱自6月15了后，就无佫运山野过澳门。即阵山野大产地台南的市长黄伟哲就呼吁中国，若是对咱的农产品有意见，就看问题伫倒，直接讲互明，莫按一大堆罪名伫咱的身躯顶。热天若到，也是酸酸甜甜的山野产季。台南市长黄伟哲大力推销在地农民种的山野。面对澳门政府第3天内2摆检测出台湾进口的山野有新冠病毒，农民发冤枉，强调输出的山野拢经过检验。应该是调工啊，因为我们要出口的时阵，阮的山野就是拢要有检验才会当出口啊。啊，为什么到那边到那边是安那会确诊？不希望说这样子，用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来对待两岸的产业。我们希望说，如果对岸对于台湾的农特产品有意见，他们就干脆就直接找出问题在哪里。黄伟哲表示，爱对华将问题讲清楚，因为澳门政府先是讲，伫6月29为一批台湾进口的山样本检出新冠病毒，20箱100公斤全部封存销毁。7月7日告知，为台湾进口的山外包装样本检出新冠病毒，5箱50公斤也被销毁。国内厂商暂缓输出1礼拜限制。农委会防检局表示，还未收到澳门通报，这种措施也无符合科学。农委会是呼吁澳门政府唔通违反国际惯例。从6月15号之后，都没有输出业者向商检局申请芒果输往澳门。陆委会要呼吁澳门政府应秉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不要违反国际惯例。为吸破鱼、白带鱼、骨甲山野，面对中国一直用检测包装有新冠病毒为理由，连续对台湾农渔产品下禁令。政府甲业者是设法开发其他销售通道，高雄到第一摆甲美国8间超市合作，未来会为营业瓜丁水果加工品开拓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地消息，这几天中部直直咧落大雨，但苗栗南庄苗21线12.5公里的新生国路段有山壁放落来，超过300位游客掉入咧山内。现在今中昼已经恢复通车。气象局就提醒大家，中南部这3天也是会落大阵雨，甚至是雷公雨，出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山壁放真侪落大粒石头，甲雨花拢歹去，直接淋到苗21线的大路顶面。苗栗县南庄乡山区这2天落大水雨，引发崩山12.5公里新生国路段，星期深夜到初三透早发生边坡崩落，虽然无讲到人车，不过双向交通已经断去了。苗21线12.5K 处的神仙谷路段，昨天大崩塌，对外交通完全中断。现目前滞留在山上的游客非常的多，希望我们公部门及时能够来做一个抢通。
包含苗21线3.8公里东河部路路段在内，先有2个崩落所在，一个部路着感的负责人车离伫所内底昏倒，用人爱方式行过崩损所在，最后送医院宣告不治。另外，山顶总共8个路营区，超过300个外地游客掉伫遐。加在香港锁伫车山中道抢通苗21线，规市单线双向通车，这阵民众已经陆续落山了。这2块道路一开完之后，我们马上会叫各部落的人请那个游客马上出来，叫他们离开啦。气象局表示，2个轻度风台芙蓉甲艾丽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这阵台湾处伫一个大的低压带内底，加上西南风影响，礼拜开始连续3天，中部甲南部以及恒春半岛拢会有大水雨，也是大雷雨情形。平地甲山区民众拢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芙蓉风台昨下晡登陆中国广东，当地是透高风，阁落大雨。有一只中国的工程船断过沉起，目前船员敢若找到3个人，也阁有27个人失踪。另外，广东的潮州阁出现加烈风，有袂少所在拢淹水停电。船身当作2只慢慢停落去，海象是真歹。这只伫广东海陵岛附近的海域的中国风电工程船，福建001号，此次透早受芙蓉风台影响，吊船贸然断去，船长30名中国籍船员，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不过只有找到3名生还的船员。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表示，还有27人失联，工程船已经沉去，目前也在海上搜救。这摆芙蓉风台威力增强，在登陆进前，广东潮州就出现加烈风，真侪面体铁片厝顶被吹下去，好佳在无人员伤亡。经多个村庄。整个路径长度1到2公里。芙蓉风台初日下晡登陆广东，用风大雨树拢吹断去，也有23万外户停电、河水不中，有小客车差点引起，好佳在得到救援。当时因台风降雨，河流水位猛涨，淹没桥梁。驾驶河水冲出20米远后，卡在了河道中央的石头上，车辆免于沉没。大水雨和广东真一条高速公路封起海南三甲市，这日雨量有300毫米，破单日的历史纪录，市区真侪车路淹水，和真侪居民各自出门。记者综合报道。重型机车为着争取会当骑高速公路的权利，发起活动招骑重型机车的民众，这几天做伙骑上国道。警方就伫咧国道的路口戒备要阻挡，高公局甚至甲国道3号南道服务区的一条便道封起来。不过因为无事先公告讲要封路，这过路人是到底才知影袂过，还阁洗翻头，引起民众的不满。大型机车民生粉丝团叫车友7月4到7时上国道，争取国道的路权。南道县警方配合在国道3号甲国道6号的十道口来摄影。不过伫国三南道服务区的这个通往中寮乡的便道是全面封起来，真侪开车的人拢唔知影。唔知为了啊，系啊。安尼你要洗偌久哈？我就处理到。我哋都明类啊！啊，那是讲要洗过要洗偌久？我还过洗久了啊！不知道说这边是关闭的这样子。我不知道。哦，那你要绕多远啊？下去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开车到这，看到路围起来，感觉来安尼，只有乖乖洗路。你对着当地民众来讲，也是真不方便。像我先生他在外地工作，他都一定要就是北上南下这样子。对对。所以这2天就比较麻烦，就变成要改道。平常我们去很多地方，有时候都会走那边。如果突然封起来的话，变成说你开到那里，然后才知道这件事，然后又要再环岛或者是再绕路，我觉得其实是蛮不方便的。但是因为其实只有4天呐，就忍一下就过了。高公局表示，由公路建设大队欢迎防堵重型机车上国道人力有限，所以讲决定甲南岛服务区的便道规工封起来，这最快会继续到7时深夜12点。它是会有变道上国道，因为那个地方研判它的机会很大了。他们一直在跟我们反映说，那个地方固守得很吃力，汽车上来从偏地开花的方式上来，所以我们赶快把那个固守住。高公局承认无事先公告来通知，造成民众不方便，感觉真失礼。未来受相关的昆布会提前1礼拜伫网站顶面通知民众甲用路人。记者综合报道。第33届金曲奖昨暝颁奖，侪台语的创作拢摕到好成绩。亲像今年年度歌曲，就是由台语创作乐团叫我2个爱情你比我更较伟大得奖，也若是台语歌王歌后，分别是王俊杰甲江蕙伊得奖，也若是最佳台语专辑奖是乐团百合会专辑《不是路》。爱情你比我想的更较伟大，恭喜爱的人，爱个。
中央2个3个团员伫台卡欢喜甲小揽，庆祝因的创作，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摕到第33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这次没什么想说的，只有觉得我们都要选择善良，才能安安稳稳的走下去。今年的颁奖典礼初二暗伫高雄举办，最佳台语男歌手是由视障歌手王俊杰，伊作品《看无》得奖；最佳台语女歌手是由本身也是工程师的江惠琪，伊作品《空》摕到。我想要把这个奖含伫个无同款所在，为我鼓励、为我加油，即马替我欢喜的人做伙分享。虽然我目睭看袂到，也毋过这一切我拢放伫心肝内。我介绍台语歌，因为我希望台语会当传承甲进化。我真正就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无同款立场的人，都会当尊重，而且珍惜这个咱足强的民主甲自由真正的精神。今年最佳台语专辑是百合花乐团的专辑《不是路》，因以传统南北管音乐甲现代音乐做结合，得到评审的肯定。感谢金曲奖。会当接受遮多元的创作，会当肯定百合花的音乐。另外，最佳乐团奖是由台语重金属乐团花木加接机摕到，最佳演唱组合是新宝岛康乐队。台语创作的双人团体科拉基嘛摕到最佳新人奖。今年主持人是国民歌唱罗斯峰，台语歌曲加台语音乐人伫金曲奖展现多元音乐风貌。记者郭根长随综合报道。高雄文化局顶个月委托包商做古迹保护工程，包商咧收剪树仔的时阵，煞去伤着薰鸟用的手，甚至佫甲鸟仔囝带走。相关单位甲鸟仔囝找回来了后，做一个人工的收，好佳在鸟公鸟母拢有回来顾收。施工人员伫树顶甲鸟仔摸落来，高雄市文化局6月27委托包商做古迹保护工程，无想到包商因为无熟悉法令，加上当时即要落雨，竟然甲树枝锯断破坏鸟仔树，甲2只保育雷宾禽、粉鸟鹰的鸟仔摕走。鸟母转来了后，找无收甲囡仔，互人感觉真唔甘。雏鸟跟青鸟分开，喂食就是一个问题。一般人很可能会把这个鸟给喂死，或者是营养不良，把鸟给噎死了。烦恼不当的饲养造成问题，鸟回到农业局接报了后，赶紧找鸟仔，找到了后，又亲鸟也伫个原来所在飞来飞去。鸟回30赶紧用菜篮做人工的鸟仔收，甲鸟仔赶紧放去。亲鸟转来了后，看到消息3天的囡仔，一直上过几天就开始伫饲鸟仔，鸟仔总算转去了。在育巢季，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请拨打1999，或者是调整你的施工顺序，让这个青鸟跟雏鸟能够在巢里面能够将育雏的工作完成的圆满的落幕。用自己所认知的方式来做，所以表示我们其实在树木修剪这一块，或者是在野生动物保育这一块，都有非常大改进的一个空间。随上台东体育馆6月中修理时，包商也因为强拆厝一卡的互影收，甲鸟仔搬线，造成真侪鸟仔咬死，引发争议。野鸟协会就建议包商对着相关的情况，乃会使先暂停施工，问相关的专业意见，临时以人的利益优先来考虑，其实就使避免真侪争议，也是引发生态悲剧。记者综合报道。自6月份开始，龙山文创基地甲艋舺龙山市合作推出小小导览员的培训课程，在地导览团队请带各校的囡仔去认识艋舺，说来去，互囡仔家己规划导览路线，甲民众小解艋舺。我们常说左青龙右白虎，如果呢我们从我们要的左边进去的话，那不就变进去了虎口吗？大人囡仔对小小导览员的脚步，最近来了解艋舺龙山寺。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神明，所以我们可以俗称万神殿。龙山文创基地参艋舺龙山寺合作，举办小小导览员培训课程，邀请艋舺在地导览团队上课，后来自14间国小20个学生了解艋舺地区庙市、市场、历史街区等等，也培养因小解导览的能力。我因为常来这边的关系，所以在这边的一些地方已经算小熟了，但是想要更了解，有趣，可以多认识。就是万华这个地方。龙山文创基地表示，希望透过培训课程，让囡仔规划家己的导览路线，为囡仔的目睭出发，推广艋舺的故事。我们是希望就在地认同跟从小扎根这一块去把它做好，让一些小朋友对我们的历史文化
都了解。文创基地表示，真侪人对艋舺有一寡刻板印象，希望透过这摆小小道揽冠活动，会使互大人囡仔拢重新认捌艋舺这个所在。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劳动部已经2档无办大型的竞赛活动。昨劳动部是伫咧5凤科技大学举办分嘉南地区的就业博览会，开3500个工作机会，6成薪水拢对3万块起跳。民众专心写资料，准备要来面试。分嘉南地区上大场的就业博览会7月初2伫嘉义县举办。劳动部表示，这是南部上大场的就业博览会，提供要3500个工作机会，而且有6成薪水拢是3万块以上。有年薪高达80万的这个资讯的财务管理师哈，也有年薪月薪7万块的这个资讯经理。好，目前也在找印度的那个常务的主管。好，那原则上一定都是8万块以上的。受疫情影响，劳动部已经2档无举办就业博览会，这阵啊真侪学生拄毕业。这场南部上大场的活动，吸引真侪人来参加。还蛮方便的不用每天滑104或111那些人事的网站在那边滑。对。了解自己想要应征的是什么，然后更了解一些工作内容。最先排的是所在地，然后再来会是薪水，最后才是兴趣。劳动部7月到9月要举办5场就业博览会，第一场就选伫嘉义县。劳动部长柯文春致辞时就讲。毕业生只要9月底找到头路，而且做满半档，上悬有3万块的就业奖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消息：北约组织峰会6月30结束，这回会议是有几项真大进展。头一件就是北约宣布要增加高度战备部队8倍兵力，达到30万人。还有一项是北约邀请芬兰甲瑞典加入军事同盟，预计7月初5，芬兰甲瑞典就会签议定书。北约组织峰会6月30结束，这场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3天的成员国领袖峰会，在白都土耳其反对之下，邀请芬兰、瑞典加入军事同盟。在初5，芬兰甲瑞典对签署加入北约的加入议定书。We will do the formal signing of the accession protocol on Tuesday, with the presence of the Swedish and Finnish foreign ministers. But the reality, the decision has been decided already with the political decision by all the leaders yesterday at this Madrid summit. 上俄乌战争影响北约，找更较侪国家建立更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来抗衡中俄。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成员国伫峰会同意正式将俄罗斯看作是对同盟国家安全上重要甲上直接威胁。佮罕见宣布，要为高度战备部队增加8倍兵力，达到30万人。除了已经答应提供乌克兰数十亿美金武器甲财政支持以外，也长期支持乌克兰。美国也要改变伫欧洲的兵力态势，要将西班牙驱逐舰为4只增加到6只，可向英国增派2个 F-35中队，甲伫波兰建立帝国集团军总部。At this summit, we rallied our alliances to meet both the direct threats of Russia poses to Europe and the systemic challenges that China poses to a rules-based world order. And we've invited 2 new members to join NATO. 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这摆峰会结果向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战略信息。英国首相强生是进一步强调对国防进行长期投资的重要性。佢表示，英国国防预算会伫本世纪末达到 GDP 的2.5%。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天气报理在，今日到拜三之前，中南部会继续变大雨，北部、东部过昼卖落雷公雨之外，都要注意。到拜四过后，会阁恢复热浪的天气，西半部高温会到35度，过昼落雷公雨。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